世界万行内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感冒的主持人黄平仁，真歹势。不过今仔日因为机会难得，一定要来这个所在。这个是整治场，而且完全袂使讲完全啦。外口行过的人拢唔知影这是整治场是安怎，因为这有一个神秘的白墙。 这到底是什么所在？咱来一探究竟。哎，当时长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打一摆。哎，消毒水，消毒水。哦，当时你有伫遮啦，哎，你慢打。哦，来恁遮有够搞工的啦，啊，咱水身躯，啊，搁打偌济水咧吼。消毒水。来，咱这是。伊啊，拢爱，而且拢剩啊，讲穿新的啊，无是内面爱穿，阮本来内面的伊啊，拢外口内面这样分开的。 哇，这个那个大内禁地呢，嘿，来，咱这是文面下，文面下呀，地母生第一囝的所在。对，三榜的意思啦。三榜啊，三榜。可能生囝啦，对对，即摆看底下生囝啊。看底下生囝吼。哦，这几工呢？拢真大只。这是安迪啦，这杜洛克啦。哦，杜洛克。杜洛克，杜洛克。哦。什么证拢有呢？三种凭证，三种凭证。 这红猪叫杜洛克，啊，伊乱食，因为伊生较少，所以有饲后架饲的啦。架饲。哦，我也是一样乱食。无这边哦，这边哦，真正啊，这足敏感。哦，足敏感。所以我遮平时无真少啊人袂当来，但是主持人才重要，才会当来食。哦，歹势哦，歹势。所以架饲有做记号啦。好。这个饭有做记号。 为迄个练较少嘛，吼，安尼底下囝会大只。好分配。这叫做兰瑞斯。兰瑞斯。哦，这鱼仔拍了，鱼仔拍哦。这北区的叫。其实，这是我等了，是咱那看下来肥迄种。哎，猪哥这样咧，猪哥就孔武有力。啊，这只那个只。 这只安啊，那个价的个两种品。Yorkshire， 你看鱼仔吃起来，哦，我做Yorkshire，啊，这鱼仔拍的，我做兰瑞斯。哦，这样呢，拢差不多几工呢？这个应该10外工啊，要10外工。好两礼拜外。2礼拜外。哦，所以算做还佫做袂来啦。做袂来，伊爱食。 28天，爱食28天，爱食冷食28天。哦，所以咱人妈妈做袂来，猪仔嘛是做袂来。像有记录，都有记录，我做一天生，是。啊，这内面是而且安尼写，啊，阮内面电脑拢有资料。每一只猪母当时生，当时爱断奶，当时爱出来，这种爱尽用科学数据做清楚。咱即摆迄个自动化卫士，猪母爱食偌济拢有电脑拢有记录。看伊的体重，互伊偌济饲料，食伤济浪费，食无够，营养无够，所以才拢有看伊的。啊，就伊变讲免个人个对遐调节啦，伊就食电脑就拢调节。啊，伊若月来做煞咧，月来做销，伊就准备要发情，要个生后一胎。 我爱出去外口，伊若断奶了21天，伊会搁发情。猪仔是安尼发情的。啊，伊水差不多偌久长的时间？你若互伊搁饲较久，伊会当一直黏住嘛。但一般来讲，饲到28天，对猪仔囝，对妈妈。你若无吃，猪仔囝28天以后，那个分开，伊食饲料啊。啊，无你甲食恁妈妈的身体嘛会较香。啊，咱就甲锻炼。对，会带水。啊，但是断乳进前，阮就先互伊食固体饲料有无？迄叫教草。尬折，互伊适应。
啊，底部底边跳几个？酵发酵的酵，酵嘎，老酵啥？可以下开始食饲料，开始食饲料。无你跟他食妈妈的奶奶，伊开始食饲料，因为28天以后，伊就要食饲料啊。哦，啊那像这只，那破病啊，破病啊，而且，那遐错，但移出去，而且可以给保温，免费，哦，2边拢有。阮只要26天，24到28天中离乳，因为猪仔一批配件来哦，你生的时间有当时产出2、3天。准差哈。啊，但是固定有一天规个离龄安尼，所以时间无讲，离龄的时间无讲固定得一天。对猪仔囝来讲，但是阮症结就是，因为这嘛是为着管理的问题，啊所以猪母规个刷出去，啊猪仔囝也规个刷出去，啊加上规个。另外一批。搁无爱洗好清气，搁消毒，再另外一批再入来。哦，是。另外消毒，清气。啊，咱人哦做未来有食特殊的物件，啊因做未来的。做未来就是饲料有无共，有无共就无后料。较有料啦，无共款，无营养无共款，营养无共款。哦，你讲咱做人拢食鸡汤啦，伊阮就是加胃较悬的两倍子，营养会较好，营养搁较其他你较悬。啊，搁因为伊有咧夏令嘛，所以夏令饲料量会食较济，上济伊是用食偌济，阮尽量互伊食偌济啦。啊，上济可能食到8公斤到10公斤。用食10公斤，阮就可以食10公斤，因为伊零水才有够，啊零水够，猪仔囝才会饲料才会水啊。啊，搁看猪位迄个体重。看会3星无？袂使有3星去。袂使有小三路。袂使小三，袂使看到骨，袂使看到迄个。迄卡车片啊，卡车片。你只就较瘦一段。你只哈，多较难。你只伊才2体。现在就是第一第4。啊，行啊哈。4体较大只，你有4体加足长的。老猪母啦，老猪母。啊，这猪仔囝拢挑买，因为拢20几天嘛，过几天就要离龄啊，所以你看会较大只。大只吼。啊，较细只迄就是零水食啊较无够，因为咱猪母咧，伊猪仔囝咧食零嘛是有迄社会，有迄社会顺序，啊，伊就食较头前的猪仔囝会食零水食较饱，就较大只。我心中的，就是爱。我心中，迄年水较饱啦，啊所以较大只猪会去抢迄位啊。啊，阮就尽量调节咯，互伊看样大较最有价值。哎，迄是补充，迄啥？补充猪母奶的，我白色的，泡牛奶的，人工奶。啊，人工的。人工猪母，等于讲算代母奶代替猪母奶。奶粉啦，咱囡仔咧食奶粉啦。猪仔食较济咧，所以阮安尼饲猪仔囝离龄的重量会比较早加超1公斤。加1公斤，20几天加1公斤啦。离龄的体重愈重，你猪仔愈好饲，较健康。哦，较勇行啦。所以加多拢买，准备买离龄的啊。应该是后礼拜就会离龄啦。较大只又较健康吼。啊，所以因为有迄电脑安尼控制哦，人较面对啊调节，猪仔的体态看起来就较水啊。啊，阮就尽量用科技，啊，这嘛是政府补助互阮做饲养的政策的改善。哦，这讲百亿计划的，对，这就是百亿计划。哦，大亿啊！政府补助我们来做一下更新设备啦，哦，让我们可以更智慧化。我以前看的猪场吼，拢单一品种，恁这3种的饲，是有啥物原因吗？阮这是整猪，我整猪场，这阮爱有红猪，有2种白猪，拢啊而且选好的，要做后代。哦。啊，若去肉猪场就是。对，阮的猪仔囝拢爱称重啊，甲一般的猪场无共。哦，错。咁唔知讲咱遮来试验，就这逐只拢足贵的，这逐只猪仔囝嘛足贵的。这是整猪，唔要做肉猪的。啊，所以咱就爱先做这措施啊，什么啊，伊啊这真重要，就是生物安全啦。生物安全，啊，因为阮这病比外口的病减足多，所以这个所在卫生安全，阮爱做国啊，把国啊做好再。当然有一种讲法吼，比如讲咱咧摇囡仔，
咱哦预防车拢做啦。啊，但是哦阿嬷哦，拢会讲，哎，囡仔哦，早生用喂我，还有身体用，做这种方法才对啊。要做疫苗拢是病毒，病毒其实你若讲要去喂的，就是讲让它自然生病产生抗体，那风险足大哦。因为你若一只着病，伊就破全部啊，所以也是要用较科学的，生出来什么时阵该拍什么预防针，都要甲拍好势。安尼是对动物，甲对咱畜主是上公平的啦，吼。对啊，伊嘛较人道啊。这人道饲养就是安尼。啊，第二囝抵抗力是上重要，对猪母的土壤来。土你壤。土壤食了无好，抵抗力就无好啊。所以你拄则看伊食较细只的，可能土壤食了较无够。我土壤就差不多一礼拜来啉嘛吼，一礼拜啉内面有足侪抗体。上好是前3天。前3天啦。上好是前3天。伊内面有足侪抗体。前3天一定要好食。这个抗体就是。刚才人共款。拢共款，拢共款。生物啦，甲咱人拢共款。啊，你就是讲咱人安怎做，猪仔差不多爱安怎做，会较好啊。咱拄则看遐二零规个28天啦，刷来遮啦。26甲28天刷过来遮，啊，这已经够刷过1、2礼拜啊。所以你看加足大只。遮差不多1个半月啊啦吼，这底下就足水的。要安怎看水啊哈？精神足好的。啊，你看毛草啊？毛草，金，看伊配衫。啊，拢伫遐咧走跳，足好拍的。你有看到咱真好奇，因为我们这里哈，我们不会去打猪，过去饲法啦。咱人伊都无咧惊咱，因为咱袂来拍。我细汉时看人饲猪，哇，有够歹的啊！啊，迄阵嘛无会遮快的所在。无啦。无会遮快的所在。啊，这拢拄则讲的，这二片啊，这二片吼。这二片的，这都唔是纯的啊。这都唔是纯的嘛。这就混血啊。咱小咱哦，这个观众朋友来介绍，什么叫做二片？啊，甲咱饲这商用的猪肉，哦，要处这商用猪肉是安怎来？现在董事长会甲咱介绍吼。啊，因食的物件讲应该有啥物无共款啊啦吼。这就等于讲，猪仔囝食的，伊的两倍质会搁较悬，营养搁较好。没有，甲咱肉啦。哎呀，甲咱囡仔咧食，咱也食牛奶粉嘛。啊，这阵时敢有分查甫？这有分啊，这拢无猪啊，这无猪啊。这拢无猪啊。有可能大家做正的嘛。咱即摆就是二品的工仔就拢做肉猪啊，做肉猪啊，去丢赢饲啊啦。对，迄做肉猪啦，这老母的啊，到尾会紧，佫紧，伊即摆看起来还佫唔知，还佫紧过，还佫紧，啊，就看伊的乳头的数量，还是看伊的体型，我还佫紧过。无法度到100%，因为还佫会各样嘛，伊成长啊，对，有一寡，阮即摆嘛无法度做到100%，啊，看即摆可能6成，看提供到8成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你安尼走小可卡去顺上，啊，佫看伊的骹条好啊歹，你讲看有健康无？你电火照你无看伊毛衫筋骨，哎呀，迄就足健康，甲咱人共款啦，你若看人无精神，就是批衫嘛，感觉无啥好安尼。啊，遮就是要做精滴，二品的精滴，所以遮拢无工的，遮拢全部是无的，工的就做肉猪去。啊，这阵时刚要煎美牛啊，加一煮啊尔，因为客户有要求，伤长吼，因为操作有困扰，因为咱你看猪尾，阮本来正常拢无加啦，因为人道饲养，阮本来无加啊。这有甲人道饲养的规定有讨论过啊，伊讲可以减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因为咱尾啊拢有迄脏毛嘛，啊脏毛有当时也会做垃圾的。是嘞。所以阮这无加，阮加超到1/3，因为阮才有人道饲养的规定，所以要走进前，我要先甲迄沟通过。认证单位。是。好啊，这有玩具吧？哦，拍篮球哦。迄边有耍诶，这玩具啊，这人道饲养拍篮球啊。啊，你看，地连嘛是了耍诶。地连啊没有加。啊，你现在会去挖水去啊？会挖水去嘛？啊，这袂去夹猪尾啊啦，啊无伊我都。互相夹。精神真好啊，就安尼。爱佚佗啊，你有。爱佚佗，夹这，哦，以后夹这。夹你看。哦。啊，夹这，啊无伊就去夹因的兄弟的猪尾。啊，阮这猪条就是较早猪的猪条，盖过，所以
你看无讲甲其实是已经拢做水源密封的水源式的低调，啊对猪仔环境甲控制嘛较好。啊你看这条啊，就是这拢足久的条啊下，开创的啦吼。啊，但是还佫用啊，这种耐过921地震的。还有这创啥？以前咧喷上面，要只只起来看。看看伊这摆喷啥？黑的、绿色的咧喷什么？做记号啦。小记号听到猪仔囝咧扫，所以甲做一个记号啊，佮观察啊，如果有较严重的话，爱隔离，爱治疗啦。哦，看伊咧扫哦。对。我阿姨唔爱甲我喷一个，我咧扫咧。来，喷一个。不是，用阮的较有效。会有影咧。迄是爱做，今年阮的兽医师啦，伊爱做细爱心顺一个。我你话，你扫，你不是有听到两声咧扫嘛？对。所以两天。哦，够敏感的啦吼。因为这吼，这拢是群体饲养。这种布呢，这种布啊，这后搁饲两个月就是万几块啊。万几块呢？好，咱来换另外换。好，咱来人道饲养呀。好。这常温哈，我们猪肉分析厂要进去也是这样子啊，要洗手啊，刷指甲啊。怀孕的也无滴改善，啊，所以我叫后边运动场，伊就有这自由家了，伊当家己出来啊，伊这拢家己造出来。夹来夹哦，夹。自由夹吧。自由夹。啊，伊尻川配拄了伊就走出来啊，啊，即摆入去伊就用扛起来，啊，咱其他的猪就无法度去啊，顺时袂去抢，袂去吐。哦，哇哈，伊倒铁路，啊，再出来啊，伊要再运动啊。啊，即摆走入来啊吼，啊，那里啊拄着者，这就关起来。拄的伊就开起来。伊也无要啉水。哦，安尼，你食看卖，哦，安尼关起来，安尼关起来吼。啊，咱白车尾即摆伊就袂进来。啊，这边是配种的，就是讲拄离冷了，阮会选来后食。啊，食等下伊发情，阮配种了就会观察看伊的发情啊未？哦。伊就是20到超20天以后，伊就开始个发情啊。啊，所以哎呀，统一管理。哦，伊这春色无边呢。对。家里春色无边啊。啊，春色现在准备要去做妈妈啦。去做妈妈，啊这边是。这是已经是有心啊。啊，有看样啦。对，看心那个可以。这个有心啊。这边配种的时阵嘛，看猪哥伫遮。看猪哥伫遮。哦，当然行。对。啊行。你有看咧？猪哥。无啦，今仔无看。我等下要看咧。今仔猪哥无来啊。不要紧。伊看猪哥啥啊？那春天啊，我猪哥伊头前伊拢安尼戆，伊发情。看安尼戆我就是看到猪哥阵安尼。哎，以前毋是看到我啊。还有猪哥现啊。哦。来，啊，这叫公主手，这叫啥？公主手。听讲我的猪工手，模拟猪哥的骹甲夹伫这，你夹袂去看？到路边啊咧。安尼伊就较袂紧张。啊尾我伫做经营的时阵，业袂伊较袂紧张。你讲猪哥甲好嗲啦，这是伊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爱做的工课啦。这猪工手，猪工手。啊，加拢电话迄边扫水要单，伊拢种家己啉水，家己啉的吼。家己啉当自动的，啊，嘛会晓啊。会晓，无足巧的，而且足巧。一定拢会晓的，喙焦就会晓啦。啊，这料嘛是家己固定时间落来啊。这料爱人工用这放，所以阮一工会放2遍。啊，伊料固定袂着。这边就食较少，只2公斤左右啦。袂使食伤济，袂使，收这肥对个，较袂受人受使。啊，这边嘛同款，会较少，啊，到尾啊，会较济。愈后期。这保龄会上济，
你起零可能食到8公斤啊，上好是用食到10公斤啦。安尼下龄较会济，啊，猪仔较会大条。啊，但这边我袂使好食到伤肥，伤肥就伊的受孕就较无好，伊的怀孕的情形较无好。其实甲咱人共款啦，伤肥的就是健康拄好食，拄好落啊。平衡发展。对，袂使无够，嘛袂使超过。所以咱这嘛算做人道使用。种运动，因为家己出去外口运动啊。最后食人伫台湾应该无几间。清汉的啊。有心哦，爱出去运动，嘛会较好生意啦，较好生猪仔囝。所以安尼，阮就你看一般的猪场是安尼，一直到送去。出头到尾，嘿。啊，阮遮还阁刷一遍，所以刷几啊遍，嘛足够工的。赶猪就麻烦。嘛是真够工啊。啊，阮这家人吼，会随着伊的大细，吼，无较早拢固定。这个较大，你看这边的较大。哦，会跳呢。较大。哦，大小呢吼。对，啊，因为有大只，伊猪仔拢身啊较细只，你看到2岁3岁，伊就足长的，搁足。伊就家己经较快。对。副总，你甲咱介绍一下吼，这个人道饲养吼，真侪细节，比如讲猪的这个增加。啊，甲这个条状沟这有什么关系？条状沟就是互伊要互伊饲养6月，啊，莫讲伤重，因为你若讲无条状沟着，这就拢会积，伊饲着规个拢积起来。啊，我下骹是狗啊，啊，人道就是讲我这猪仔会用自由运动，啊，伊面积爱较大。你若讲像这个面积，我可能用搁饲加2倍到3倍猪母对吧？啊，咱无用迄个铁网落去饲，啊，互伊家己落落去。因为猪母伊骹，你拄则有讲骹嘛，你爱互是啥物爱磨，无你若讲像迄铁网吼，一直空，铁网伊迄肩胛会翘起来，倒插毛，会翘起来，啊，所以就爱修剪，啊，但一般咱台湾无咧做这工的，所以用安尼是上适合的。哦，你若是什么伊会磨嘛，安尼就会使。哦，爱互伊安尼真正感觉安尼。所以阮在设计猪条的时阵，会保留一寡是新的地板，啊一寡条状的地板安尼。啊，所以头拄厂长也讲这安尼省水。对啊，因为你就免逐工冲啊。你若积水的时阵，我是毋是逐工爱冲爱放？啊，即摆安尼，我可能就是。你这下啦，猪肉啦，就拢漏你遮落来啊。袂积水啊，啊袂积水嘛较袂去寒着，伊倒哩淡淡的所在较会寒着，较会干哦。所以这就是整个，这安尼互伊就是。无你看伊内底伊咧天的所在较大，啊这边伊放晒。因为两边较悬啊，啊会出来嘛。做下水爱做一寡下水啊。你看伊的面层遐就较大势吼。啊，你看做厝的对无？要做下水，啊我迄个自由家人，其实爱做平衡的，你要互伊搭的，我度咧。所以迄嘛是做工咧，你做时嘛爱开起嘛，爱聊平，嘛爱起咧吼。是啊，啊所以阮即摆设计拢会留一寡实心地面，完全拢。我去了不少的养猪场哦，我真罕咧看到这呢。对啊。我家己头前。这个我家己管的呢，你家己管？地板我家己管，去做无我家己管。啊，即摆唔免啦，因当初我找无，所以家己管。啊，即摆拢有人做啊，做平的。哦。你为着安尼笑拢安尼，拢安变开落掉啊。你摕毛啊，你叫毛啊来。哦。嘛伊做人袂歹，阮的养猪的朋友毛啊拢叫人家管，嘛伊遐做投资啊。都开始的时阵，即摆唔免啦，即摆有变的啊。啊，嘛爱灌溉安尼有这个感觉的啊，你爱留迄个空，爱留迄个棚。哦，真正拢袂惊人的。对啊，阮遮猪仔叫。啊，所以你看伊猪仔目睭甲伊的表情，你就感觉伊袂讲感觉足不准的啊。哦，啊无当时啊，你看伊家人的猪肉，一般的猪当时啊看伊猪肉会足哀怨的。因为伊这个猪仔敢若迄个胃，猪仔压到，规世人拢安尼长势啦。啊来讲，敢若猪仔，怀115、115公，伊115公拢猪仔袂当进村的，拢猪仔就敢若迄个难嘛。啊，但是这个自由家人有一个较惊的代志，讲
因为猪肉咧啊烧拍，闹体啦。但是阮饲啊久啊，都开始饲到安尼饲啊，这个问题其实无发生，有啦，但是真难，袂影响到阮啦，袂影响到。你看阮，拄则甲你讲，阮成绩我就2甲17.9，主要是讲我的循环甲闹体是足少，袂使讲无，但是足少的，甲一般的猪场的比例是差不多，所以这个讲起来是无影响。哇，咱除了看这吼，人道饲养吼，今仔日还佫上重要，要来看恁吼，这猪屎安怎来运用来发电，来创啥物？咱继续吼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猪屎料，哦，这个变成黄金安尼嘛。对。上古这嘛是一种变种啊。啊，阮而家就讲，至少对我的员工嘛是一个保障嘛，吼，因为面对来讲，员工嘛是一个。逐工伫遐咧吸这么好，爱猪啊爱人才爱地气，爱地气嘛吼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即摆用厌氧发酵是讲沼气用提转来，咱就用做发电，搁一寡能源的收入或是利用。啊，过来以发芽了的猪屎泡，咱嘛用做肥料去农田施作。好，这哦，咧处理猪屎料。是，啊，咱处理猪屎料上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第一，因为政府有规定嘛，环保的水排放一定要合格嘛。啊，过来咱即摆用厌氧发酵是讲沼气用提转来，咱就用做发电，搁有一寡能源的收入或是利用。啊，过来以发芽了的猪屎泡，咱嘛用做肥料去农田施作。啊，水。啊，水阮即摆是目前是排放，啊，进前是有一寡佫有回收，回去洗涤掉。哦，所以咱回收。这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循环经济的迄个概念。啊，但是一直拢有咧调整的，拢咧调整，因为嘛是拢试嘛，啊，看安怎运用，对市场的运作，甲环保的。整体有利。对。咱别来。啊，这吼啊，佫有足侪运用，但即阵还佫无成熟啦。啊，无这后你也嘛使饲藻类啦，啊，但是因为我这规模无介济，啊，阮就讲，要来试看，试验各种有可能会对咱的产业、甲环境有帮助的，讲爱甲试看卖啊。啊，这嘛是阮真重要一个工作。饲藻类进前嘛，拜托成功大学的老师来看过，伊专门咧做藻类饲养的，来研究各方面啊运用安尼。所以咧想代志的时阵。那是理想啊，嘛爱想讲啊，这个经济规模，才有效。哦，咱来看，来头楼顶看这个。这个底下叫盐水池，所以你拄则我伫咧洗水，咱拄则伫遐咧换下的时阵，小可有一寡味，就是水底入来。啊，我即摆为啥会看安尼？因为看起来就较无味啊。啊，你即摆比较无呢？比较偏无，所以我拢看起来啊。啊，第二阶段了，甲这个猪啊，会抽来这群。哦，这下骹就是，嘿，这有6米管，4米宽，哈，这一工的处理量，一工就是我厌氧发酵一工伫这。你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做厌氧发酵？脱氧散射。脱氧散射，发酵。伊无需要散射啊，对啦，就是讲，是这个头仔的效率因为发芽吼，拢必须爱氧气啦。对。哦，伊这无需要氧气。就是无上色的发芽，啊，互伊会甲伊的消化，等于讲甲猪屎尿内底一寡有机物消化较少咧。啊，你这种无上色的发芽吼，是较有效率的。效率较好，嘿，因为较免开足侪钱。你若讲用像这曝气，就是食上色的，食上色伊就是爱空气一直拍，你就是爱电。普罗佩拉一直拍呢。啊，这个是甲进前甲皇家大学合作，伊甲阮指导技术就是2阶段的，叫厌氧发酵，就是无上色的发芽。这个第一阶段产生氢气，它是主要是产生氢。哦，这个能源呢？伊头仔就酸化，先生化，
啊，再拍入去第二阶段一个。看不了。这个差10工的时间，迄窟来嘛是6米深。哦，这个也敢若别强啊，诶。迄个是发芽的气结伫迄个气球内底。哦，结伫遐内面。对。啊，无气就冒落来。哦，即摆就有气。内底是白的。哎哟，所以迄是啊，这个气在迄个内底就是啊，拢。这个球哦。拢。哦，掠做敢若芒果包啦，还是迄美国的别强啊。爱气就是爱送去咱拄发电机遐，有一个我是用氧化铁泼硫了再送去发电机发芽，那个发电。发电。哎。哦，所以有轻哦。对。早期伫遮，即摆是内底是白的。哦，这碰起来呢。对。所以安尼算2阶段。啊，这点就甲共款叫阿碰。哎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对遮来，对遮去。对遮，再对遮来，啊，再对遮对迄边过安尼。副总，那当然就恁这做偌久，啊，才甲做起来。啊，你本对，你个饲猪啊，你哪会知影创这？这叫做去互环境逼着。啊，这买来要用较好诶，都爱去学啊，爱去共请教专家。我带我来看遮来讲，这嘛是这本来就是窟啦。这规个拢窟啦，一个窟啦安尼尔。啊，迄就是咧做，就是时阵嘛做个吐气安尼啊，就是讲遐就是咧做废水的处理。但是我买了以后再来讲，哇，大家代志大条啊！20-30年毋捌穿过窟啦。啊，安尼我们就开始去研究讲，啊，当然要安怎去改善遮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，敢若挖遐污。内面咧偌济。对啊，内底污泥要挖起来，要哪处理，这拢想做者办法。对，做者办法啊，敢若工钱嘛，别照有一个标准啊，就敢若处理迄个窟啦，敢若把遐废泥摕掉去，就开真生意啊。100-200啦。啊，200。啊，这贵个安尼才开1000块啊2000啦。我想讲20-30年，一滴材料啊，挖出来，迄若是6块卖安尼。啊，但是迄是足贵的啊。足贵的。迄拢是贵啊。啊，以前时买来时阵，附近的厝边隔壁咪大家都讨厌要死。就邻避咪，就当大家做讨厌，爱搁来你检举啊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我两个种读铁路的嘛，讲咱既然甲要饲猪，一定爱做是咱较早咱迄个教科书教的物件，咱就爱来甲做到遐个程度。所以我就开始讲好，啊，咱开始来研究讲，啊，因为阮遮是骹路无够，地无够，要安怎要做3段式，阮的骹路嘛无够。哦，啊，多逢甲大厦有一个2阶段，新的技术，所以咱来甲试看卖下咧。啊，即摆咧讲2阶段、3阶段，好甲歹，见仁见智。吼，啊有伊每一种拢有优点，我有缺点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以咱台湾来讲，地形地物嘛，来做迄个，来做拍算啊，做决定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做起来，至少阮的味是减去啊。有影咧。减去，我家己。头头我车来的时阵，都敢搞啊。因为遮足侪人拢唔知影。唔知遮有地球啊。哎，我甲你看，我甲面顶甲迄个厝嘛，拢爱甲注意起来。所以这矿业闹，人讲这嘛是一间别庄啦，唔是一个地。啊，阮而家就讲，至少对我的员工嘛是一个保障嘛，吼，因为面对来讲，员工嘛是一个，逐工伫遐咧吸遮无好。环境嘛无好，对环境对。既然就人多啊，人嘛爱人多。所以咱这爱猪啊，爱人才爱地球，爱地球啊，吼，就是这个概念啊。是。我个头仔袂记请教一个问题，是这内面啊，敢若啊头油啊？无，完全没。内面困嘛。有困，因为不管是爱上色的发芽，还是免上色的发芽，其实伊拢是一个微生物的相啦。啊，所以伊的生态，啊，所以你要甲顾好，你若顾无好，伊就是等于讲败。超清气。甲咱饲鱼啊，共款会败缺。就拢会死了了，啊死了咱就来个顶头起，所以这内底拢其实伊内底拢有微生物伫遐伫食遐有机物，啊所以就要监测哦。啊，监测。系啊。所以你看，你像这2工遮寒，有时遮侪困着寒死啊，啊，再个补充啊。会影响到。哦嘛，那补充那补充，所以这内面其实这无，因为阮遮困境，伊困境甲产生。迄
迄沼气就是沼气的比率有无关系关系真大，每一个地方无因为这饲料无啥共款，这水质嘛无啥共款。哦，敢若我以早去看迄个人咧生迄个米数，每一个所在的菌啊，拢无共款。迄拢爱顾好啊，你若无顾，伊就会失败啊。因为这嘛是生态，这嘛是一个生态，就是讲用什么菌，而且伊会当活了上好，甲咱内面的这个咱无爱的物件，伊的气味伊甲食掉，这是一个真精密的。啊，但是一般饲猪较袂照顾伫这边啦。啊，即摆大家较有迄个观念，就较会来照顾到后壁当啊遮环保的代志。啊，因为有照顾到遮，咱饲猪的成本会小可较济。较济哦。会较济。哦，会较济哦。因为较早感觉讲平头猪屎味是正常的，啊，即摆是无正常。啊，你而且你水嘛还处理好啊。法规咱佫有闻香师来甲你讲，啊，你才有清楚啊。啊，这水在排放，政府环保局拢会定期来，我拢定期爱申报啊，爱申报，啊，伊买来。当时你他讲什么闻香师？闻香师的讲法呢，就是咱这环保者，这水污就真简单，咱有足个化学的物件，咱去化验讲啊，我系什么 BOT 还是 COBOT，啊，但是咱这空污无依据，闻臭师。啊，这闻香是较好听啦，啊，所以因就是用人来问讲啊，你来试讲，来看你的低调，这空污好有标准啊无标准，啊，人嘛是见仁见智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。哦，所以这种动态的挑战是足大的。他多哦，当时另外个讲着哦，咱一个人要食一块肉，就是经过3年。经过900天，哦，差不多2年半，2年半，哦，啊，这是安怎就回事吼？咱哦，来坐落来，来开讲一下呢。哦，汤叔娘，系，我知影你本地唔是咧饲猪的呢，你本地咧做啥？我本地咧做动物营养品，我咧教人饲猪的。安那跳落来饲家己饲？97年考体以后。咱台湾的这个，迄个排饲去猪肉的这个供应链哦，都无啥进步。啊，但国外是进步足多，整个系统哦，唔是讲讲饲猪哦，就包括屠宰，包括冷链运输、运输，才种种。啊，到尾公司就是看台湾的这个畜牧事业，是应该是无法度成长，佫成长啊！吼，就因为考题啊，佫咱佫开放 WTO， 所以进口的这个肉品一定会入来。啊，阮这动物营养品，若无饲猪、无饲鸡，啊，阮生意通做，都萎缩去啊嘛吼。啊，咱讲啊，无咱来做一下猪肉的品牌。哦，行去源头，大概安尼就变做到食品业啊。还佫另外一个市场，啊，我嘛知影迄是真辛苦的一工作，因为大家拢做好好啊。啊，我迄阵呢，包括我的囝吴志雄嘛转来，伊讲啊，就伫遐做3年，伊讲要留落来，啊，讲啊，无咱来做一下，看咱有机啊，日本业甲扩充起来，所以开始才着想这样工作，啊，但是。阮公司的一个创办人，和我当初创是我的大家同学林明峰先生。哦。伊统一带过10年，饲过肉鸡、卵鸡甲饲猪。啊，伊会要离开统一来加入上铺。对，嘿嘿。就讲啊，迄饲猪吼，当然休困哦，若无人要来，咱就要家己去顾啦。枪你嘛共款啦，对啊，你感冒破病嘛，猪仔嘛是要食。有咱咧过年，咧过年，啊咧无咧过年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大家讲了讲，为了要做品牌，为了公司啊，甲台湾的畜牧业有一个未来讲好，无原来过来甲饲猪落去。啊，饲落去，我本来是讲要含咱只养猪的朋友来共同做一下品牌。但伊听阮的讲了，包括阮阳山副总，迄阵嘛拢去讲，啊，无咱来做这样工作，无人讲
看讲听了就惊。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工作。伊讲平面一个猪肉放伫猪店，啊，这个要卖100块，这个要卖110块，人嘛拢系先经200块，我看无，目睭看无，安尼毋知高不离中，开始就饲猪。啊，这就是阮的客户，伊要退休啊，阮就甲接来。买啦。啊，这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希望讲这个有一个台湾的饲猪会当突破这个口蹄以后，有一个新的未来。啊，过来嘛，政府花足侪精神，咱的口蹄嘛当终于拔针，啊，个咱的传统猪嘛已经要拔针了嘛吼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心路历程哦，所以来开始饲猪做品牌。我是知影你的故事看了真济啦。哎，我的感觉是讲，有种感觉是讲，买落才知影，哇，才烫手就安尼。烫手。啊，因为阮读畜牧系嘛吼，所以饲猪对我来讲，想讲应该是稳当当啊。稳当当，啊，但是阮遮嘛是讲饲3年才出菜哦。较早教人饲袂出足简单的哦，家己饲才知哦，这猪仔拢无要听话。听话就惨哦。啊，阮嘛感觉讲，这猪肉嘛无啥困难。哇，这猪肉这是大困难、大学问。到即阵才讲嘛，就是讲主持人咧讲的嘛。我来讲，阮就是因为无猪所以唔惊，但是这个做落去啊，嘛共款。咱台湾人的精神嘛是讲，愈困难咱愈认真拍拼。啊，你无头壳洗落是要安怎？嘛，伫这当中，那拄着水就造桥嘛吼，啊拄着山就甲挖掉嘛吼，啊开路嘛吼，啊大概就是这个精神。啊，但是这挑战的过程当中，嘛得到真大的这个，感觉是成就来讲，哦，感觉这困难啊，即摆已经行到这来，一步一步咧进步。你应该是这10几年来领先的，就开始做品牌的之一咯。其实阮做品牌算慢的哦，阮才做9年10年了哦。但咱台湾的品牌超过50年，满是哦。行足久的啊。足侪啊，咱莫讲什么人嘞，满是哦。但是这品牌毋是讲干那用这个名，就是品牌。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啊有这个消费者，啊要讲，互咱的品牌有差异化里头。你消费者看你这个猪肉，不管进口的，不管台湾的，伊目好食要伫对，哦，你爱去甲聚焦出来，啊，这就是爱一步一步慢慢去行的，啊嘛结合足侪职人。来做遮工作，包括阮饲猪的，包括就讲，阮有10几场咧和阮合作的人，愿意大家来行这条品牌的路，啊，搁来嘛足侪同事，搁足侪这个，咱做行销的人来甲阮教，慢慢行出这条路。咱台湾的这个猪肉的优势甲弱点是啥物？先讲弱点嘛吼，弱点就是讲咱的低贵，人工阁无够。原物料阁欠，所以咱成本可能较高。进口的较济。啊，咱较优势，咱台湾当地的农民克勤克俭，真俭，啊，足认真的对早做到暗。咱因为是这个亚热带的气候，所以咱猪的环境较清气象。啊，老实讲，这几年咱的猪嘛，咱亚热带的环境较清气象，是安怎讲？寒带毋是讲较无遐受咯。咱咧洗猪条，无咱这若热天啊，咱的猪仔食袂落。哦。食袂落，咱甲用水哦较清俩，啊，搁咱会较凉，啊，搁咱会添加这较清气，啊，所以咱会添加这爱用足侪，互伊愿意来食，啊，这内面有足侪益生菌，也是有酵素，这拢会加减让它的体温会让下降。外国因为冬天，所以拢翕伫迄个厝内。这是几乎无啥咧洗猪条。迄外国人优点，因的病较少，总共你丹麦，因为一年到半年是足冷的嘛，所以足侪足侪细菌、足侪病毒，先叫冻死啊啦吼。啊，咱亚热带你啊看，鸡仔有流感啊，吼啊，因为咱这是一个候鸟经过的地方，所以咱这相对的，咱的生物安全是足困难的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这是嘛是咱的条件，啊嘛是咱的优势。因为咱这几年来，咱的口蹄嘛是拔针，啊咱的迄个
迄个做传统猪嘛是咧要拔针啊。吼，咱甲迄个非洲猪瘟甲冻伫国外去，吼，所以这是咱台湾真好一个优势。猪肉好食，咱因为足久的拢无去出口啊嘛，经过咱较早上大的出口国是日本嘛，日本已经27、8年毋捌食过。毋捌食过台湾猪肉会好食，所以咱即阵要去从定新过来拍这个市场，毋是讲咱的口地无啊，伊就要甲你食，因为伊食过各种国家的猪肉，西班牙伊嘛足多，南美伊嘛足多，咱台湾要离即个安怎即乱军当中去突围，这是咱即阵爱认真去做。对商铺来讲来讲，做一个品牌可能是一条路。这个品牌毋是讲一个名，就大家要来。有实质啊！有实质，伊差异伫对。所以，阮的品牌叫做“足好猪”，这个“足”研究的“究”嘛吼，咱台语叫做“足好食”、“足好猪”。这第一个是研究安怎伫咱台湾遮济这个缺点，结合咱的优点，甲这猪球真好食，真效率佫会当提升。第二再过来讲爱追求，我相信咱大家拢是看电视的观众朋友拢是消费者，毋好人讲即间的好就是一定是好，来爱甲追求讲真正好伫对，所以阮爱有溯源，阮就是爱安尼一步一步，毋知影讲这人是当一个我去遐讲遐有嘴讲啊无烂，伊甘要来信我即个教，我爱讲10年啊，阮全部的同事拢伫遐咧讲10年啊，嘛足侪好朋友甲阮赞助、赞声、甲鼓励啦，所以慢慢的小可即个接受度有较悬淡薄啊。当初性物件实现了过来因为这包括政府嘛，做个政策是帮忙的啦，就讲咱要爱用国产猪肉，当然有一寡这个进口美国猪肉遐种种的原因，我伫迄当中拢有得到一款的帮赞安尼啦，吼，这是一个大环境啦，吼，大环境拢对商铺嘛感觉真优先，所以我们慢慢我的努力，甲这缘分到啊，所以。慢慢来。开会结果，大家拢看会到啊，因为阮有甲统计，甲米其林餐厅有10颗星啊，用最好煮的猪肉，这粒10粒星啊！这是有星，或是推荐的，遐个无算你内面的。上后尾吼，我要请教2位吼。整体来讲啊，咱台湾的猪出口较好呢，还是讲无？咱来顾咱本土家己的销量，比例是偌济？什么是较理想、较适当的这个情形？靠猪以后变做讲足侪为了环境嘛，所以咱阵高雄本来饲猪的大市嘛吼，但即摆拢无啊。水源区的所在拢袂使饲啊，拢袂使饲啊。所以咱即摆会饲的宰养的头数是考地的迄个时阵，剩差不多40%尔。1100嘛，一半袂使饲嘛，过来是因为就是讲，人工也贵，饲料也贵，搁环保也贵，所以足侪人感觉讲不如归去，卖饲啊吼，卖饲啊。但咱即摆有500万几头的宰养的头数，理论上咱即摆差有85%吧，吼，87、85万诶，咱的迄个家己自给率嘛吼，若要出口。会变做压缩到咱我都无够食嘛。但是你若当做是讲，咱有法度甲这价值我悬出去，应该嘛是量少，但是赚到会当迄落会有一定的比率嘛。那我个人看法来讲，大概15%至20%就已经是进步啊。无台湾的猪肉变成足贵的，那安尼咱拢甲保留足烦恼的啊。行政一定嘛足烦恼的，所以猪肉价钱毋知要安怎处理。因为是安尼讲，因为咱嘛是大家咧讲。迄个贸易的迄个顺差啦，还是逆差啦，这嘛迄落，所以咱会当出口15%左右出去。咱就是讲，商铺即摆做讲，要安怎甲咱的猪的生产效率高？宰养虽然是种猪母的价数免济，但是咱若一只猪母一年会当加一只，还是只半，是毋是咱数量就会增加？即摆猪母50万只。
对，啊，你若搁加50万只猪出来，你还搁存2嘛，用外销啊，会当外销嘛。啊，过来，其实嘛，头像我猪肉，进口嘛是进口猪肉，嘛是无法度讲零啦。啊，所以因为每一个阶层的生活的要求嘛无共款，所以你嘛是爱有一款较俗的猪肉入来，啊，出去一款，啊，你要补助起来一款，变做讲大家会当互通有无啦，哈。互动有，啊，这个产业会当维持，大家会当稳步安尼。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。当时长的意思哦，是咱要做台湾猪肉界的大积电。啊，唔敢安尼讲。咱即摆就是来到这个 foundry， 来到这个晶圆厂，哦，到时阵的输出去到东南亚，会当哦在亚洲称霸，哦，行向全世界。是。哦，今仔日呢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来个猪肉界的大积电，欢迎大家继续来看落去，会讲究猪肉爱安怎食落去。感谢两位，谢谢主持人，感谢。多谢。你今日互我台语变得较够讲。无影，咱准备就真好啊。哎，谢谢。